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书记长李中琴的号召，包括议员王家珍、罗坤福、柯志春、蔡玉辉、林彦竹、林美燕甲蔡淑慧的秘书等人共同召开记者会，批评政府才担加8大工商团体来承诺袂欠电，结果过2天就发生全台的大停电，批评政府莫阁骗啊！1个礼拜的3次跳电，民进党政府还要继续骗我们台湾民众吗？台湾的缺电的问题，其实你们都没有正面的去处理，你们只是急着要去解释为什么会跳电，然后随便叫一个人下台，你们就又把这个问题又默默的又不去处理。民进党靠一再的骗，一再的说谎，欺蒙台湾人，然后一再的致歉，我们台湾人的苦难到底应该算谁的错啊？我相信所有的媒体朋友们都非常清楚，包括我们台南市的相关官员也很清楚。昨天整个台湾断电500万户，而这个断电的状况，以我们台南市来讲，台电的高层信誓旦旦说不会轮流限电，结果有一些地方复电之后，又继续所谓的轮流限电。这不是骗是什么？呼吁咱不管上政党做，这个电力的供应一定要稳定，唔通定定跳电、停电，啥想要复电也唔知。议会包括市府干部、警法、警察加交通等单位，嘛拢回应市府伫咧停电的第一时间的处理方式。这个造成这种电力的一个跳脱跟这个卸载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。其实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一直都有在跟台电做沟通，因为本来就有一个平台了所以我们是一直要求说，是不是他们如果是设备如果老旧的话，我们都尽量说叫他们要能够定期去做一个检查或者做一个更新。那至于说那个整个一个用电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不管是产业界啦，或是工业区啦，其实我们当时候他们在进场设厂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都有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评估，就是说尽量能够满足他们的用电啦。那当然，昨天这样的情况，依照他们现在的报告是说，这是人为操作疏失啦。那当然我们这部分，对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。当然，我们也是希望说，会继续来跟台电沟通，就是希望说，他们未来如果说在整个供电的情况，我们还是像刚刚议员所提到的，还是要稳定啦，因为这个对产业界的影响是蛮大的。至于住户甲企业因为停电所造成的损害，议会国民党团嘛希望台电要来赔偿。国民党团无爱经济部长的承诺，跳电请食鸡排，希望政府会用来提供稳定的供电。跳电不要鸡排，民进党下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